那这样增加你的关心哈。当然现在大家坐不同的位置了哈，如果能够同一个小组坐在一起会感觉很温馨，而且彼此会关怀，知道说今天谁没到哈，我们一起来关怀。我们在领受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个圣日主日，让我们一起敬拜你，一起荣耀你，也一起将我们的心打开，愿意领受神的话语教导学习。主啊，求你将你的平安喜乐，将你的大能智慧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年轻的朋友，或是已经年长的弟兄姐妹，都求你亲自保守。因为当神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困难就被突破，我们的疑惑就被解决，我们的软弱就被坚强建立。感谢赞美主，求你透过你仆人所说的话语，能够亲自动工，造就每一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要接续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的学习。那今天的故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属于现代中文译本其实经文非常的简洁，大家都理解了。那是上帝呢指导约书亚在第一次失败攻打爱城失败了，上帝指导怎么样来征战，怎么样跟爱城的人征战的这一段故事。那我们在分享当中会来重新来做复习哈。那这段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好，那今天是我们征服人生的第13课，建造人格的阶段。那13课它的主题叫做征服恐惧。恐惧，各位弟兄姐妹，你听到恐惧，到底你会想到什么？有谁他一生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的举手。什么都不怕的。有的人你说不怕，但是看到蟑螂你就怕，对不对？有的人力气非常的大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是呢走到高的地方就有恐惧症、惧高症。所以神在我们的身上其实都安下那个恐惧的密码。那问题是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了解你自己，你要克服自己，然后超越它。那各种恐惧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有征服恐惧的各项的密码。你会怕黑吗？小时候很怕暗，对不对？灯一打暗，你就会害怕，会叫妈妈在哪里？我们台湾呢，到处都有所谓的黑暗的医院，有那些鬼神大家很害怕。而且尤其我们常常会看那种恐怖的电影啦，什么红衣小女孩啦，讲的一大堆，然后照片一照，那边有一个黑影出来了。我们人都会有受到这种影响。那生活上有人会怕蟑螂，有人会怕那个毛茸茸的东西，有人会怕那个软软的凉凉的东西，怕蛇啦，怕壁虎啦。曾经有一个他很勇敢的人他有一天去乡下，不小心一只壁虎掉到他身上，然后他的壁虎会在他皮肤蛇尾，他吓死了。他从此就感到非常的恐惧，好像这个东西都没有离开的样子，一直擦，因为壁虎它有吸盘，对不对？然后在你的皮肤里面人的都有那种害怕的密码。那更不用说我们人的一个体质了有人有惧高症，有人怕搭飞机，因为可能曾经在飞机空中呢有一个云层不稳定好像一下子下坠，那种恐惧感就一直存在。每次要搭飞机就心里很害怕。其实呢，我们不要说，有的弟兄姐妹，你在搭人家的车的时候，你的手都把那个手把抓紧紧，对不对？感觉上好像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吗？其实你可以轻松的睡着了，但是很多人都会害怕，特别是陌生人开车。那还有一种是空间幽闭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 case 你在一个空间里面都没有窗户、没有亮光的时候，你一进去会觉得好像很恐怖所以呢，你知道为什么那个电梯会装那个镜子吗？其实镜子不只是让你稍微化妆一下其实镜子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你觉得那个空间有一个穿透的作用。
那有的人在那个隧道啊，有人开车经过隧道，会发现说这隧道好像无穷的远，好像出不去，心里会害怕。所以你常常会看到一些灵异节目会讲说，有人开车开到隧道里面，就发生一些灵异事件，其实是他心里面产生一种恐惧所遇到的。那无论如何，这个是我们生活上常见到的。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去知道说，人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那问题是你怎么样认识自己？你要去找到要跨越恐惧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有人因为小孩子贪玩那不小心溺水了。我记得呢，我们碰到一个亲人，他的小孩，他小时候哇活蹦乱跳，然后到游泳池他很高兴，以为那个水很浅，就一蹦扑通就跳下去了。哇，糟糕，整个脸都沉下去了。哇，喝了好几口水，赶快当然水马上把他拉起来了。有时候他会因为那一个恐惧，以后叫他下水他都不要。就跟下水游泳就绝迹了，因为他不想再感受到那种恐惧。那个水一旦淹到胸部就感觉好像要闷起来一样。你小时候可能吃鱼的时候吃到喉咙了，那个疼痛、那个不舒服，就会影响你一生。从此以后，鲜鱼的美味就跟你绝缘，因为不想吃。所以现在有新的料理啦，吃沙西米啦，或是吃那种全部骨头都炸的酥脆的，你才敢吃。那些显老的鱼，哇，那些很多刺的鱼，你就连动都不想动。那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常会碰到的啦。有人被火灼伤，有人会被狗咬，那就开始对狗就恐惧，小孩子都不敢接近狗。那这些可能都是小事，你只要避免就好了。重点是我们常常在生命里面，在某一个区块、某一个成长的过程、某一个阶段，你才能碰到某种伤害。那这种伤害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因为它会影响你的思维，影响你的判断，影响你做事情的意愿。那你就要慎重的去面对。比如说，曾经在婚姻上遇到伤害，曾经在你交朋友过程当中被朋友出卖了，或是你的亲朋好友当中有人倒了你的钱了，让你受到很大的伤害；或者做生意，朋友周转不灵了，让你心中产生很大的畏惧。以后好像这种人际关系你就不想去接触，不想去碰触，有人甚至关闭了自己。这个人生的破口，如果说已经影响你的思维、你的做法、你的形式，那你不能再逃避，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你一个人生的发展，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过程可能陷入绝望、恐惧跟害怕。我们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因为他夜间行过山路，不小心呢，因为那个山坡呢有滑了，有草滑到，他就滚下去山崖哇，他拼命的乱抓，还好，那树枝挡住了他的速度，他抓到一个树藤，但是那个时候天昏地暗，根本看不到下面是什么，所以他就很紧张，一直抓着那个树藤，不敢下来，因为一动不小心那个藤子放掉了，滚下万丈深渊。所以在这边紧张、恐惧、寒冷，过了一夜，等到天微光的时候，他注目一看，原来下面不到1、2公尺就到地面了。那他因为恐惧不敢放手。其实这个故事有一个另一个版本很有意思。他就说，有一个人这样子，也是这样跌到山坡，然后呢，他就赶快讲：“上帝救我啊！上帝救我啦！”然后就有一个天使过来了，说：“亲爱的孩子，不要惧怕，你就放手吧，手放下来，跳下来吧。”但他听到那个声音说：“真的吗？我的生命好不容易保住了，我一跳，那不是粉身碎骨了吗？”那这声音慢慢就消失了。到隔天，他发现真的没错，他离地面已经不到1、2公尺，
就是不敢跳。人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感觉，就认为这个事情是错的，这事情是对我有伤害的。所以呢，一般人面对这些挑战、恐惧、失败，大概有2种反应：一种是害怕，就不敢做任何事，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就像刚刚我们在生活上常做的，比如说有人，我想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因为开车不小心发生了事故，那个撞击呢，让你从此不敢上驾驶台，因为一上驾驶台就感到那一种恐惧又发生了，所以宁可搭公车、搭捷运，或是请人家载你，要么用走路的，都宁可，因为你不敢再开车。我就碰到一个牧师的朋友，每一次在高雄的时候，他要去开会，要去参加研习会，都会先打电话过来，说夏牧师，你今天要不要一起去？你要去吗？要开车吗？我能不能搭你的便车？有一次我就忍不住说，你们教会那个规模很大，不可能教会没有提供车辆嘛，你为什么不开车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车祸，这个车祸不小，所以他从此以后就不开车了。这种恐惧，你不要说我不怕。我记得我跟谢牧师在10年前，跟我们当时的教会的松年的团契，松年大学，一起到武陵农场要去看樱花，大家好高兴。到像春天这种时间，常常下阴雨有雨。那个游览车司机是很老道的，很有经验的，他很小心的开，那我们一路很高兴，快到了。就在一个大转弯的时候，因为对方有一辆车过来，所以这个司机呢，他很小心，就慢慢稍微往右边靠。他就这样子，当对方的车过来，他的游览车绕过去的时候，哇，不得了！因为山上呢，它没有什么驳坎啦，没有什么那个墙壁啦，就那个小小的斜坡，因为那个土石松软。然后右边的后轮就陷下去，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跟谢牧师好像坐那个云霄飞上，咻一类这样子，摔了一下，然后车子就整个翻下来。还好那一次全员保全，有人老年人受伤，比如说有人他的锁骨断裂，因为震了一下；有人被割了流血，我们最后全部都能够获救，赶到罗东的医院赶快救治。经过了1、2个月，全部才恢复啊。但是很奇怪哦，每一次我们刚发生的那一段时间呢，每一次坐上游览车，就马上想到那一个下坠那种过程，哇，几乎好久才慢慢克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胆子多大，那个是生命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会有恐惧感，你才能保存你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一些小鸟啦，一些小昆虫，它们的敏锐度多强啊！你稍微轻轻动一下，它就马上发现，因为它为了要保命，它必须要很敏锐的去听。有时候那个鸟类，它在吃东西，这时候马上转头一下，然后再吃东西，它不会安心的一直吃啦，它要注意说旁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危险。所以恐惧不一定完全都是坏事，但是影响到你的思维，影响你的态度，影响你的生命，那就是我们要对付的事情。好，因为有人他会退缩，但是有人他会一再的尝试，他知道他哪里失败，哪里被砸伤，他就从头来恢复它。所以为了克服恐惧，为了这样，他勇敢去突破。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的养过小孩的养育小孩的都有一种经验。当小孩准备要学会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会让他先上去，然后扶着他走，没多久会放他开始骑，哇，1、2次可能摔的会破皮也不一定。那你会讲说，哎呦，会破皮不要骑了好不好？不会啦，你会想说试看看，要不要再试看看？要让他勇敢有勇气，甚至你会用一种童话说，哎呀，这个不乖这个土地不乖，让你破皮骂他一下，然后让他有信心说，我下一次就不让他破皮了，不要让他跌倒。通常我们游泳也是，
运动也是啊，骑车也是，都是要从那个失败当中重新站起来。当你的恐惧感消失了，你的重心就稳了，你就骑得非常顺心了。那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的事情啊，不胜枚举啊。今年呢，我们在韩国的平昌的奥运会，那台湾可能对冬奥没有什么兴趣，都没有电视转播了哈，除非那个 MOD 才看得到。那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出名的滑冰选手，他叫羽生结弦。这个滑冰选手呢，在4年前，哇，就得到奥运冠军了，花式溜冰，哇，不得了！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家乡发生了3.11大地震，东北大地震，因为他的家乡是在仙台。哇，当一片的荒废，连他练习的体育馆也都坏掉了，那个冰的那个滑道都坏掉了，他有点泄气，说那大概上帝不要让我再滑冰了吧，准备打消，好好去读书了。那后来他觉得说，我的故乡的人民遇到这么大的伤害，我用什么能够激励他们呢？我要勇敢站起来。虽然现在的场地都已经损坏掉了，但是我要勇敢的爬起来，克服那个恐惧。勇敢去练习，果然，他因为这样的勇气，克服了恐惧，他在4年前就得到了花式溜冰的冠军。哇，不得了！因为你知道溜冰的技术是难中之难呐，因为是在冰上是滑动的，你人的重心、你的旋转、你的跳跃，而且着地的那个雪的那个冰的面，就一点点的，你稍微1个分寸都没办法。所以呢，特别是他们在做最艰难的4旋转的时候，他在第2次，就是去年的时候受伤了。那这个受伤的时候，他就很泄气，说那是不是我不能参加这一次的奥运会？但他仍然克服那个摔伤的那个恐惧，他的韧带受伤了。他就在泄气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如果不借着这一次再重新站起来，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还好，当时的日本的那个溜冰协会为他特别保留了名额，因为你要选拔嘛，很多优秀选手要参加比赛嘛，名额不多嘛。那他们知道说，这个选手是顶尖中的顶尖，你因为他的受伤就把他撇掉了，很可惜，所以特别给他讲说，你好好的练习，你好好的养伤，你在某一个时刻你够完全出场，我们就把这个名额保留给你。所以他就克服了这个恐惧，克服了受伤的艰难，开始继续练习。真的没想到这一次呢，在平昌的冬奥，他第2次又得到奥运的冠军。历史上只有1位在50、60年前曾经得过2次冠军，再来就是他，而且这个是亚洲人，很少亚洲的男生能够在溜冰上得到冠军的，他竟然得了2次，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说，这个年轻人呢，他因为一个谦卑的心，特别在这次冬奥的时候呢，很多新闻会报道他怎么样呢？他为了不要遮掩住他的就是同样的一个选手的一个风采，他故意低头拿着他的溜冰鞋低头走过去，完全没有一个冠军的那种趾高气扬的形象，所以日本人更爱他了，觉得说这个男生太可爱了，是我们日本的年轻人的表率。那我们知道说，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之下，他能够克服困难，也是让我们真的值得学习的部分。那你要看到他的动作啦，他的身材，他的技术哇，让人家觉得好像完美完美的溜冰让人家觉得觉得本来溜冰就是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事情好，那这个羽生结弦呢，他怎么样去克服？不是说他很厉害就没有困难，就没有失败。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这样子，我们怎样从我们的失败当中重新再起？因为绝望是失败的影子，常常会随着你
啊，好像如影随形一样，你挥之不去。你有绝望感没有除去的话，你一直会觉得你是失败的，没有用的。你的人生你就觉得啊，我是失败组，啊，我的人生啊没有用了，我的事业失败了，我的婚姻失败了，我的感情失败了，我的家人的关系失败了，你就永远灰心丧志。你知道吗？很多的那个街友啊，如果你仔细去调查，那一些都很有来头的，你知道吗？有些曾经是公司的老板呢，有时建筑业叱咤风云过哎，他没有尝过那种失败，就一败涂地了。他离开了人群，离开了那一些对他期待的亲朋好友，他宁可躲到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但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才能的人，只可惜他的心被打败了，他的恐惧缠住他，使他不想再起来，宁可睡公园，宁可睡车站，宁可跑到 7-Eleven， 晚上11点去那边趴在那边睡到隔天。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周遭常常看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失败并不可怕，没有人不曾失败过的。最怕的是什么？你失败之后，因为恐惧感，就不愿再尝试了。那个不愿意再尝试，才是真正的失败。你都知道，很多科学的研究，很多的尝试，很多的那种机械也好那一些生物的研究也好。”都是在失败当中找出路的啦，没有人说一下子就成功，成功你根本就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啊！哇，一再测试，失败再失败，失败再失败。很多人会吃到某一间店很好吃的东西，很好吃的一个菜，你知道那个厨师是试过多少次失败啊？尝过多少次那种口味很难吃的，然后才调配出那种味道。调配出那种黄金的比例，那你前面那些失败都不用管它吗？难道你好像耍了一个魔咒，就所有的汤底什么都完成了吗？没有啊，一再失败。我们常看那些创业的故事，不知道丢掉多少食材耶。所以怕的不是失败，是怕的是你不敢再尝试，因为你被失败所打败。我们常常看到有棒球选手会发生投球失忆症。我们台湾有那个在美国大联盟发挥很好的投手，没想到过没多久，糟糕，他老是投就投不进去那个好球带，他老是投那个球就是被打出去，所以他当他举起手要投的时候，那个失败被打出全垒打的那个恐惧感来了，糟糕。好球带进不去。我们台南孔医师的郭宏志是不是？他一段时间投得很好，隔年糟糕，投不好就被释出了。人都会这样。最出名的是我们台湾的高尔夫球后曾雅妮啊，他前几年是高居世界第1名哎，很多人都跟在他后面。韩国的强的选手都还打输他，他还跑到台湾，哇，就是开创了一个 LPGA 的一个球赛，那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但是曾几何时，在几年前，突然间他一蹶不振，他好像他的那个球感没了。那是因为他曾经达到巅峰，他一直想要保持在巅峰的时刻。但是那一种恐惧感，让他不再轻松的打球，让他不再享受打球，让他不再去体会那个维系的变化。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球队选手都有心理医生陪伴呢？不是他技术不好，是他没办法战胜那种心中的恐惧。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的选手林书豪，他在打篮球。有一段时间非常顺利，非常成功，但是后来他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卡住了。他后来就觉得，他自己在做见证说，不是我技术不好，
是我太在意输赢了，没有在我的打球当中去享受那种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曾经成功过，但是你会被成功所绑住，你会胆战心惊，很怕业绩衰退了，很怕你的工作会被人家抢走了。那种恐惧就让你不再发挥创意，不再让你潜能发挥，那个才是可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敬拜，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处理就是这一块啊。圣经没有告诉你说你都不用努力，你就会成功，那个是你的事，上帝要你自己负责。但是你的心境、你的信心、你克服恐惧，你要从神而来。所以两个才搭配。我们常常在职场上会发生做一段时间会有倦怠感，觉得做事情啊有气无力，觉得没有那个斗志了，沮丧感、失败感来了。也许一个生意你谈没成功，你会觉得说啊自己太糟糕了，自己没办法，很畏惧，不敢再去接触客户了。甚至有的人很成功，他很细心、很认真做每一件事情，但后来呢，悄悄的职场的忧郁症产生了。特别有一些是高阶主管，他对自己太要求，他不晓得他已经陷入了那个捆绑当中。所以，从爱城的故事可以关照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整个人生我们整个生命的历程所以当时呢，这个爱城的第一次失败，其实是有一些元素的，因为当时早期摩西派的探子去探迦南地，10个探子当中，只有约书亚跟迦勒说没问题，我们能够打胜仗，但其他8个就带回坏消息。那摩西呢，就非常的困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好后来迦勒跟约书亚的建议成功了，他们没有失败，反而打败了对方。但是他们带来的那8个探子带来的一个错误的讯息，如果不小心采用了，那么他们的出埃及的路程就重新改写了。所以约书亚会那么样的沮丧，是因为他觉得本来很轻松可以得胜利的，竟然失败了。他觉得毫无理由啊，所以那种对自己轻忽产生的失败，反而打击你的信心，对不对？如果说你用尽了心力，你勇敢的克服困难，那个成功你会觉得很珍惜，因为你毕竟走过来了不过你轻忽，不小心，糟糕，整个信心的体系都破掉。所以圣经说，约书亚勇气尽失。勇气尽失是什么意思啊？圣经不是讲说约书亚好像就匍匐在地，好像一块麻糬一样，你知道吗？根本就没力气了，就瘫在地上。所以呢，这种毫无理由的失败，不是因为失去了36个人，战场上死了36个人有什么好惊讶的，对不对？问题是他勇气没了，他认为不应该失败的，竟然失败了。圣经约书亚记7章5节说，他们因此以色列人勇气尽失，因为恐惧的情绪占据了约书亚，连百姓都无精打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去省察自己说，你会不会让绝望变成了恐惧，就缠住你的身，永远走不出来？约书亚他因为这样就消化如水，圣经这样说。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去分析，从圣经里面的话语来得到，你会知道说，约书亚不是因为他的肉体的勇气了，他要拿枪拿刀还是没问题的，是因为他内心属灵的部分，灵里的部分的勇气没了，他对自己的形象完全失去了
那一种自信。所以圣经讲说，为什么一个那么勇猛的人会像麻糬摊在地上呢？圣经说，这是因为罪，这是灵的问题。亚干一个人犯罪，导致整个以色列百姓都陷入恐惧之中。你看那个罪的侵蚀性多可怕！其实你不要说罪这种概念的东西，历史上曾经有人研究人类的历史演进，因为打仗生命失去的，还远不及因为一个流感病毒、一个黑死病的病毒、一个霍乱的病毒，一下子好几千万人生命失去了。在出埃及记的过程当中，你们看见会好多次神在击打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是瘟疫。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那么强壮的将领，为什么会被打倒？是那看不见的罪，是那个属灵的部分，让人完全没有勇气。恐惧的心来自撒旦，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原先在伊甸园是那么样的自由自在，对不对？哇，连那些动物都是他取名的耶。但是他一旦犯罪，吃了那个善恶果之后，他说开始惧怕，躲起来，不敢面对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学经历都很好，你不要以为你都是成功的一个胜利组，你不要以为我的经验我很小心，各样事情都打理得很好。你一定要常常在属灵上去处理，因为罪所带来的心灵的影响，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最需要看重的地方。感谢主，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些激励的力量。我们另外一个故事是你们读到列王记上19章那一段，就是以利亚先知，他也曾经陷入了极度沮丧、恐惧、绝望的心境，而且那个恐惧、绝望，竟然是在他成功之后才发生的。记得很多人的失败是因为前面成功，如果一直失败，可能有人会讲说，我怎么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对不对？再撩钱也没什么钱可以撩了，就是因为成功。所以呢，当他在加密山惩戒了那450个，是一个大团体巴力的先知照理讲他是应该英雄到处受人欢迎的，没想到巴力先知的背后支持者就是耶洗别。耶洗别马上放话说：“哎呀，你害我没面子害我这些我养的这些，等于是他的鹰犬，等于他的部下被害了，他就生气的要放话要杀耶洗别，要杀以利亚。这时候以利亚竟然前面成功的喜悦消失了，他恐惧，他逃跑，他甚至跟上帝求死，你知道吗？上帝让我死好了。哇，一个成功的人竟然讲这种话，而且是大先知你能够觉得你有多强吗？你能力有多大？连约书亚、连以利亚都碰到这些事情，那更不用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好，直到上帝在加列山上借着暴风、大地震动、烈火，那个是整个大自然的一种很大的震动的现象，让以利亚知道说：你怕什么？连这个大地都是我掌管的。所以上帝就差天使说，给以利亚说：你起来吃吧，吃点东西啦，吃块饼，因为你要走的路还很远。然后以利亚才慢慢从那边体会说他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慢慢再爬起来。但是后来神就知道他受过伤了，就把他的衣钵，把他的棒子，叫他传承给他的学生，就是以利沙。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很大的启发。我们不要自己太惊，好不好？
太惊了，以利亚都会跌倒，约书亚都会趴在地上。我们失败有什么好见小的呢？就勇敢的面对，从失败中爬起来，那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这是在图片上，以利亚看到上帝在大火之中出现的故事。好，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常常会碰到侍奉的陷阱，那个瓶颈。有时候我们那个侍奉的火焰就 burn out， 就感觉好像哇，完全没力气了，甚至你放弃，离开你的侍奉岗位。有时候离开不见得是一件错误的事了，问题是你不再对这件事情热忱，你不再对人群产生喜爱，你不再对灵魂有所负担，那才是你要处理的事情。就像保罗也跟巴拿巴曾经发生一些处理上事情，大家观念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要内耗，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彼此祝福。但问题是你还有没有热诚继续走？那问题是我们从这边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了？耶和华以勒他有预备。当你回到神那边说：“主啊，我依靠你，让我不惧怕、不惊慌。”他就会像当初怎样陪以利亚重新再起一样，你也要得到真正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记得恐惧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你好像什么都没做，其实已经在侵蚀你了。恐惧让我们无法发展，恐惧让人安于现状。我只要这样就好，因为再踏出一步，可能会遇到困难，会遇到挫折，会遇到失败，甚至恐惧感锁住了你的思考、你的创意，你很多想法不敢再想了，因为你被失败所绑住。但是我们知道，恐惧有它健康的一面，因为你会谨慎，你会小心，你会怎么处理。所以单纯的恐惧有时候让我们更努力，因为你知道你没那么厉害，要靠神的力量去克服，你会不会掉以轻心？我想我们在座都知道，大家都在开车，你刚刚学会开车领到执照的时候哇，你的开车好专注啊，可能音乐都不知道在放什么音乐，你都不知道，因为你要注意前面的路、前面的车况。但一旦你熟悉了之后，哇，你手脚都可能乱动了，对不对？车上什么东西拿来拿去，喝水啦、吃东西啦，还聊天啦，怎么样？因为你已经放松了嘛。那放松当然也不错，才不会紧张嘛。但是他在讲说，你有恐惧是让你去抓住、去专注。所以呢，我们一个最大的例子是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刚刚我们的青年曾经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是耶稣受难的歌。你不要以为耶稣说：“哎呀，这个事情太简单了，要上十字架，那还难得了我吗？”不是他在客西马尼园是流泪祷告，而且圣经说他流的泪好像有血，表示说他心里面肝肠寸断，他的内面的内分泌竟然血液跑到汗水。你们知道他多么大的挣扎？那他知道这条救赎的道路没有人可以代替，他必须走上来。所以他最后跟上帝祈求说：“神啊，如果这个是苦杯，你要我喝，不是照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他是面对死亡但是他克服了这个恐惧，走上各个他的道路。我们大概没有人能够像耶稣一样面对那么大的人生的挑战，但是这种精神很重要。你面对困难，但是神说这个是你应该得到的，你就勇敢去拿，因为你要克服这个恐惧。那刚刚我们提起约书亚，他的伤害不只是那个战败得来那个经验，而是因为他在属灵上已经被恐惧捆绑了，罪跑到他的心里面了。所以请记得，我们基督徒，我们处理的不是表面上那些疑难杂症，处理的是内在灵魂被邪恶的空间的掌权者所掌管那个部分。
所以要常常宣告，要常常为你的亲人祷告，要为自己能够克服那些属灵的搅扰来祷告。你的周遭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干扰，你要记得，你要做宣告，因为基督徒最大的权柄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所以恐惧之战，圣经以弗所书6章12节这样子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那是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这看不见的邪灵，你怎么战啊？你挥刀挥不到他，你要靠上帝所赐的军装。以弗所书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你有这样的装备，你还不用？有神给你的应许，你还那么吊儿郎当，那难怪你常常碰到很多你无法体会的那种失败跟受伤啊。所以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说，怎么样克服我们人生各种不同的恐惧。不是你厉害或是我厉害，是因为我们真的要臣服在神的恩典之下。第一个，找出失败的原因，你要去除它，你不要永远被它绑住。亚干犯罪，约书亚就处理他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然后重新修复跟上帝的关系，恐惧感就消失了。第二个，顺从神的话语，你绝望感那个失去，你要得到神真正的安慰跟消解，所以上帝就跟约书亚这样讲：起来，你为了这样俯伏在地呢？他被神所激发了、激励了，所以约书亚因为这样得到真正的力量。第三个，你要靠信心，不是说起来就事情解决了，你要勇敢去面对，去克服你曾经失败的原因，克服那个恐惧，克服带你来不敢前进的那个因素。所以约书亚因为这样重新燃起了希望，真正的征服恐惧，因为他把共同体的那些内部的罪，还有百姓他回到圣洁的那一面，所以那些恐惧除去了，属灵的问题处理了，罪的问题去化解了，去面对了，然后就重新得到那一种原先的力量。我们常讲一句话，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所以唯有完全征服之前的失败经历，才能完全战胜恐惧。所以上帝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其他的秘诀啦。就刚刚我讲，你在教小孩游泳啊，喝了几口水，你说再来；骑脚踏车跌倒了，来，爸爸妈妈扶着你，你继续来。上帝借着约书亚重新来过，重新面对爱城失败的恐惧，然后上帝这一次教他很棒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面有一个叫诡道，诡是那个言字旁的伪，有没有？啊，就是一个欺敌之计啦。他这一次真的是兵不厌诈，照原来的阵仗，一群士兵到爱城的前面来挑战，但其实他派了3万精锐部队绕到后山，躲在附近，准备要奇袭。当爱城的人还沉醉在当时胜利的那个喜悦，说：“哎呀，你们这次不知死活的又来了。”然后就派军队出去要攻打前面这一群。等他们离开了这个城，整个城就空了，后方空虚了，这些精锐部队就过来了。这是神给他们的战略，因为要让约书亚重新再得到胜利的滋味。那这个图就是在讲这个战略哈，2条红色的大线箭头就是神叫约书亚派了2队，一小队在爱城的前面，另一个大队躲到爱城的后面。当爱城的军队出来迎战的时候，在追赶那些逃兵的时候，整个城就空了。这神给他的一个战略，而且教他怎么做，而且愿意把这个城里面的战略物资全部送给约书亚。这个是战略图，跟刚刚图有一样类似哈。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勉励说，约书亚记的8章1到2节，
上主对约书亚说：“你要率领所有能作战的人到爱城去，不要害怕，不要沮丧。”就针对他们的问题，不要害怕，不要沮丧。所以他说：“你会战胜爱城的王，他的人民、城镇、土地都要归你所有。从前你怎样对耶利哥和他的王，你要这样对待爱城和他的王。这次你们可以为自己留下财物、羊群，你要从后面突袭爱城。”各位弟兄姐妹，最后一个战略就是积极对付恐惧，千万不要退缩。也许你可能有时候需要那些属灵的强者、属灵的信心的朋友来激励你，但是你千万不要躲在恐惧里面。有人帮你，或是一些心理的这个辅导老师、教会的小组长、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执事，那记得用祷告来克服这一切。也许从8章3节，约书亚重新找到了得胜的力量，因为神给他重新打败了爱城，所以完全征服恐惧。约书亚是积极对付，而不是逃避。然后最后一个是8章18节，他说：“上主对约书亚说，你把矛头指向爱城。”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不喜欢的人，或曾经被他欺负的人，你看到他就不想看，对不对？或者说有人伤害过你，你就不敢面对他。但上帝说：“来，把箭头指上去，表示说这个是你失败的地方，你要勇敢地把它攻克。”所以约书亚就照着做了。圣灵就是良人的剑。约书亚是面对那个有形的爱城，那基督徒呢？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刺向那一些你看不见空中的掌权者。求神亲自将圣灵的宝剑赐给你，勇敢去面对，去克服，去超越这些恐惧。我们要一起唱一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是你坐着为王。一边唱诗歌，我们一起从刚刚我们学习的神的话语来得到学习跟造就。你坐着为王，我们一起来。很熟的诗歌，我们一边唱一边来学习回应神。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地势虽有孤寂，早晨你欢呼吹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